Ngarang udah aku tel tatang ngang ran lungi dola. Ngalu ya kral ke raw sor chore, chihui sor chore, ugo sor chore. Gondo chembali ku chembara chue bta. Ina ra ha gum du pom sen kya ko thya jum the zon de khare ha gu yebe. Ra ha gu ma ra ji ra kha ji nyo da na ji bu pom ka ba de nim din yu do ma de. 等到哪能去碰球的给打，俺搞不的。人家你们两个是俺个西，俺让你们这个是俺光景用水了天对就是的，有许多俺个对的。俺忙去天90斤牛的姐姐美女，不信。有许多不？俺这个这些个就俺读10年内给不休息。好吧，那你厉害。他们就是。 你们几？你们几啊？一天吗？哦，他们继续。呀！哎呦妈！该他们去楼呀，等楼的。然觉得你觉得俺不对，你觉得厉害吗？ 就是第一个问题，让俺问的这搞不对啊？哦，तुम्ही करके तो हम करके तो या कुछ तो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都看他的了。第二个问题就是，然后我们就忙去搞这些，没搞这些，然后去嘛是吧？ 6次都啊，你看没？6次都，他们猪哎，啊，没让面直播去修嘛的，假不然这个你直播去的，直播去你们都去过，当然没我，当然没参过通才就是吧，当然没我，但是俺能去碰球的给打，俺搞不的，人家你们两个是俺个西。 快点，他真的是你们不要再，是吧？你们两个是我最喜欢的，都不帮忙上票，哪个？红酒的，你们两个是我最喜欢的。哪能去加不球的打？哎呀，杨哥那个吗？我也说到他。 就你是9年俺这吧？他再打一把嘛，再打5个真心话嘛。再打我也输这。不会的，不会的。我刚一把都不在。马来西亚他干这么多个，我来吃了去啊！5个啊，5个。你们能不能帮我换个票？真的，特别难受，这个问题。我叫主播中4的，能不能帮我上个票？真的是，你们有什么就上什么，能不能帮帮我？谢谢送的小心心。我让我妈的我自己说那。我帮你一下。 那个能不能帮忙上个票？那黑毛牛兄弟说阿金的能行啥出去？谢谢哥送的，谢谢高原兄弟的刺路，谢谢送小星星，谢谢送的群女回家。你还有没有大哥可以帮一下我？能不能帮我？ 看怎么的，我驾驭不了。兄弟，其实不碰的这也是的。你说那么他把面让干起来的，也不论起来的，就现在了。还我们都那就虽然让广东钱不离不钱不拉去不着，人家然后我们都碰不上呢，假不这样，总在装的可是还我有呗。然后我们然就让看见鸟的那就不碰干不的你们dinner做嘛的，他干不都是明的大家记不拉学的，但是假过你们对的，我让。 我让假装这个是但对的，干不过你们对你过做嘛的，搞没事的，那就许诺。
我都当俺家成过罗去的没阿姆没住个没写的上罗去的，但热气就是那汉堡的多，过去，没住个，俺爸妈汤圆在这带罗去的，呀，我改天尝一下子，尝一下啥皮去，我都过去，那没住个，没写的上罗去的，当俺汉堡写的，家成过什么下。没写了是呢，我也就兄弟谢谢，等都明啊，我丢对米，我呀，等都明啊个，最近在哪里是8月，我都等都明啊个没写的，但描写就没什么多哎呀，脚吧，但有嘛的，都过这个没什么多，兄弟我也叫兄弟啦，叫那么多你们这里用处要蛮别没好，但是没事也谢谢黑牦牛兄弟，他让的能大没。然后俺没在那里切的月的，圣诞吕大兄弟放这里了我，把它民度，哎呦，他拉个面的，家长的过没送，不过也没事，兄弟们点赞去，蓝色妖姬是中间对的，但蓝色妖姬让这把家产要过路嘛，去你立不干的你，你说么？看看你家是公就那么呢？信呢？这个情况的，他没让他去给我打俺来了吧？或者我打了俺来了吧？打了俺就是那光的是这样的。我现实中人家不做，但是我们穷就现在说不见人家不么？我们穷了那就可以呢。小姨这样我们穷了，打呀我们穷了，那干这呢？小姨在人家不是现实中，但是我们穷就还是我们穷就都是两面，他们是呢。谢谢啊，谢谢黑牦牛，等给兄弟都没写上呢，谢谢，这一把谢谢你们两个，尤其是俺黑牦牛，兄弟两个山下东下面那叫什么？家国上说也帮助，么子山面不家国这么样，帮下面相中行为嘛啦的就没，呸面，我啥个就怕了啥个就，嘛对了没，0没。也把的错，我从这家里给没打俺的了，加个说了明的了吧呀？你们不要听歪了。或者最后30秒，10、9，谢谢不穷，兄弟的，兄弟的，你看这大单的，你我们都好多兄弟了，明的话你的不穷，不穷。谢谢，个三的我是吧？个三我多谢兄弟，谢谢黑牦牛，谢谢不穷。我都是瞧着我，瞧着他们搞那么多那边才能听他听的，搞个那么多。现在那里不难的学校，我们那边没好，我都是别的龙巴过来没得个就是学校，我们那边没好，瞧着我。叫过来别人怎么灵感没得就是学校，我们那边没好，真的。还有那个跑车，谢谢。我想听你的真心话噻，你今晚都不帮我，真的是。说想真心话，然后人家都不帮我了，我的那个榜一都不帮我，哎，这他必须要帮你吗？没有，但没事，就是几个我真心话嘛。假如他不帮我都不会说什么，因为帮是他们的情分，不帮是他们的本分。没事，我都直播就做的可厉害我呗。俺那娱乐吗？俺娱乐才没，俺直播间那句票源呢，我也投几千亿，票面呢俺的直播间就做的俺朋友过去让那个什么俺直播间的那句，去弄让能先加过去。我都记你了，哎呦噻，谢谢哥。这是人民动啊！哎呦的。首先你再往后倒转过去嘛。啊。接不路档啊，然后等下去。就了啊。接不路档。
了吧？中国吗？可啥中可是吧？我不给，检查了。可以吗？我顶配的都是可以求，我顶配的都是可以求了不？不是我可以装。你往前走一点嘛。人家人面，你往后倒嘛的，往那边走点，然后可以装过去吗？等一下嘛，俺来带就的，俺来叫俺们那边吃的那个名，俺来带就俺在这带你先拿着，过去，走个大大，哎呀，过去打走个大大，走个大。然后我们的年过这一节目都什么人多难去？没有，就因为比较胖嘛，所以。那姑姑嘛，记得我们给有去录了。手机那个调低了嘛，我听不到，那要不调高一点可以吗？调高就是顾不到嘛的吧嘛。那就这样吧。这光线一点都。光线也不多，他咔最大啊，记不了。俺让你们这个是人光景用水来添对就是的，有许多我可对的。俺忙去添9批金牛的姐姐美女。不信。有许多不？俺这底下个就俺读10年那个不休息。好吧，那你厉害。他们就是你们几？你们几一天吗？他们继续。哎呦妈！该他们去了呀，都漏的。然觉得你觉得俺不对？你觉得厉害吗？就是第一个问题，让俺不在这搞对不对？都要不是多。第二个问题就是，我都看他的了。第二个问题就是，然后我们就忙去个事情，没个事情，然后去嘛是吧？6次都。你是他们6次都。他们猪哎。第三个问题到现在不考吗？牛呗？这是你上次问了呀，1次都没有。那不算，那上次问了的话。那这是要算的。算嘛，爷爷，那算一下。那到几个问题了？我紧张的都忘了数了。第4个。第4个真心话就是，然后干虚干这，就是干这些的，必须的。我唱嘛，对不对？我有点不好意思说这。有什么嘛？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下不上呢？我都只是以我们的方式在教育青少年，人家很久没就没解释了，我也没了老师教。他很久没就先求过来，我不对做了工作，成哪就工啊？第4个就是，然后干虚干这些的，就是你最喜欢的，干这吧。他在上。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然后前面的话家长妹妹，然后你老师切的是我大还是你大？我97的。我比你大1岁，妹妹。就是然后前面的话。你。假如你记得记不住哎。你记不？俺这。然后这让我点了，俺那让弄你着了。
俺路亚个啥给绕说酒嘞，机会说酒嘞，我说酒嘞。啊，是的，对我们两个又不是男女朋友嘛，你又不是我老公嘛。你的老公的老婆气球了没呢？什么？俺不送这些，说上班了嘛的。那不去上班的话，我待在家里嘛。不过大呢，俺了呢，卡拉达谁呢？杜罗达出去得这的嘛的，上班出去可行。我不会做饭。给我妈的你谁有他？你肯定不缺女人。我不缺女人，大把就是里面的，给多给把这这个里面没。我让工作干的，我让长板面的，我让录取出呢，让你们都对出那个新年就没，光我这个年，我可个抖音，我可个抖音的。跟每个女人都这样画大饼。每个女人俺都记了前面，一万就工作给吃大呀。对，我上次刷到那个直播都这样。我都开玩笑去的，我对你是认真的。跟我也开玩笑，这样一样啊。我没有跟你开玩笑，我为什么要跟你开玩笑呀？人也不懂你，人家父母登记俺让了养个儿是吧？去你那是穷人俺记不了。她有男朋友，她已经有老公了。老公都。这句话对每个女人都说一遍噻。对，我也刷到对每个女人都说这一遍。都说我只对你这什么什么不一样的。这有说假不的，我不吃了，老娘妈吃那假不的，我开了眼没。真的，我觉得我跑巧个人觉得是别没得跑巧个呀，修的吧，修的囊大没。他每个女人都说这句话噻，我也觉得。让个上头俺干没什么嘞？干没的下面的没啥去。老这说，不喜欢你这个样子的什么的两个。没有说呀，没说，你是不是搞错了？我说那个我说的话，看啥能不能不要问那种低俗的，就那样说的，没有。叫低俗吗？这等平常给这些种低俗嘛，我。到现在还好，习惯一点的。刚开始有点不好意思。你让那个低俗的，你可多那个秘密让弄嘛了啊？你让可多那个让弄嘛了啊？但你不要说了，我知道了。然这我猜这低俗什么人能连的这，几句嘛的，有句嘛表达可是没。跟你开玩笑，我之前没有那样说过呀。没有，俺说是帮一单给学习丢弃，那我就先撤了，方便互关一下吗？不是有互关吗？这个号上面没有，另外那个上面有，我有2-3个号，换着播。俺俩私信登面的互关给不到可能行动没？好的。让俺俩私信他们牛巴到现在。没有，只是互关了，但是一次私信啊那些什么都没有过。私信啊，你这大家干没的，真的。俺帮一旦聊起，工作那不们得讲不切入家，毕竟你讲能行么人也不多，你讲个熟悉的么人熟悉，但是你讲的比他少一点。那先这样了，妹妹，我先撤了啊。拜拜。好的，写拿卡呢嘛。我也不懂，现在也不懂你。这么大，这工作俺苏大连过来，联系一些，我们也不多啊，该差不这么多个，但是，我没有 PK 对手啦。睡觉啊你？睡觉挣不到钱啊。我准备睡觉了。我没有 PK 对手，你就不能帮我一下吗？
帮不了一点了，我现在要找达达了。达达是什么？达达是一个美女，别这样嘛，又来噻。达达有度，你有吗？我没有我跟蹲到我你们说达达连我快点，我要跟达达连一下。我特别喜欢这个女的，我要跟她连一下呀。我要哭你了。别摆这种脸色嘛。开玩笑的啊。我连完她这我就连你嘛，可以吗？对，不生气啊。嗯，因为你刚刚惩罚我也没让你做。那个不好看，我撤回，你撤回吧，我不看了，一点都不好看，我都有。上次张家总给我发过。好。谢谢你啊，但是跟你连我真的很开心。嗯。好的，一会儿连你，那就连你，我不骗你。好。相信我啊。好。我谁都不想得罪，谢谢。好的。或者达达俺连了的，俺史诺比的你们都没过，达达就不俺连了的，你们史诺比你连了过。史诺比，你出去嘛，让我跟达达连一下嘛，可以吗？让我跟达达连一下嘛，求你了。就是你的，所以你让我跟达达联系一下嘛。那谁在开播进来呀？我在开播呀。顺便去。给你扒了，快点。我在开播，那你看，你来连我们两个呀。KPP 在给你扒的。这个是谁呀？宝兄呢？菲菲。您是那个吗？对呀。啊，史诺比连呀，没动。我里动来给连下来。看错别的了，关键没丢了，没点没点呢。我连不到呀。干啥？别干史诺比，让空死了。你先出来噻，我连你。哎，你是开播的？我在用那个飞机号在开播呀。哎呀，我你这连呀没多啊，你俺看这连过了。你就给俺们多，俺让连呀嘛，让俺进度。我你连马上连你。那其他连达达就我来的，我达达这里我们家。你把他连进来就行了，先我们两个连，你先出来嘛。哎呦，你先出来嘛，然后把他连进来就行了呀。你也不会接。他或者史诺比是那种想到嘛的，或者达达那史诺比那马对了的。啊，你搞什么？快点连我咯！哎呀，俺加入节目弄。或者史诺比是那对么的个家庭达达连不都？饮料的维生素 C 的，我打多的多这个叫。加入连线将退出连线。妈的，俺退出了，我已经退出了。他或者连不动，俺看这就我的。俺加入节目多啊。飞机号噻，你关键是搜飞机号。क्या पे खाथर पे दिले पाछे ने कुआ की दादा तो होरान तो जुशु ए दादा Hello. रंगा खाथर पे सिना तो है
都，但我现在我妈现在都没记得，不晓得都没记得。我辛苦的那，真的没有，真的。这人就是可惜多没。你路边咱们这些工作，路边经嘛的，俺大连咱路边经嘛，走路边的那个会过大的才干去。但当然人家不晓得多少钱是多。这么些人就没办啊。人家不多，聚焦是吧？的那人家不行，那都聚焦是吧？妈这啥的这也是花钱不了，连啥活没多啊？俺连啥没吧？俺老家林芝麻的，俺林芝麻的这连啥干不起多。你求多哎？啊你？啊那。俺让他离你现在的让来路情，他不晓得你这么记得。给错不嘛选，你连那给谁你看嘛的？给错不俺个我心都等于人家俺给错不些噻。看到这些都没。那行嘛的，是现在大大的行嘛的。是吧？我给这那个巧都没写的。数。给这。给这是呢？这这有个小椅子。应该。卡罗一百，顶上打了。啊。卡罗一百。卡罗你是学那还？我了的，他妈妈学的，俺让个今年直面，只是俺最直播间那不忙这个人植入去的，好像是你的粉丝吧？你好像把他们拉黑了吧？没有啊，怎么可能有卡罗啊？就今登记住就这些人拉黑几百。好没？符号记得你是多。卡着给你去。符号也得就是多。符号的，俺录线么说符号多。我这还没知道。大大。哦。俺那连的这么记得，滚蛋连的别说那么久就落下的下。连的没多，你来在史努比去。史努比两码的，你连单的那是史努比有。俺那连的。他这让卡巴画质的大还叫人呢。最低的画质开始，特别是王阳民族，卡巴阳没办法，就预产不够的吧，特别是民族。画质大，画质没那么大，反正你这当土没。俺这没有我嘛，让你中大的了，俺大家可经验吧，俺让他经历。大是人家多啊，越看越好看些。交流的。我这人家多，我这差不多呢。人家多啊，但是俺让了，就是我只是仰慕你、欣赏你，这性别的咱的这没大，感觉就没。有。因为一直想连你的原因就是，让人家多啊。因为家他谢谢你的夸奖。因为家他碰着些那多。俺碰着些那多。不是说你碰人家些那多。挺好的。俺没现在碰嘛的呢。俺碰面是证明是他的。我就碰面的没。大家多了，人家都的，我们得穷了。哎，那我来带路边去的。或者路边没家啊。路边这些家里面呗，然说是东巴的那我当店我妈的，你大了大把路边这些估计家会存两百呗。但都大是路边这个就能训那不呢？没买上买水果。那菲菲说到做到我，米落了林志玲花墙上了。林志玲花墙。哦。保时捷护官哥。护官真可了嘞。俺保时捷上个真说是护官真说是俺可了嘞。还是人你护官去了噻？护官去那给写了呗你。给这些我就没给这嘛些护官去还走了。给可是写下去，哪年可是写下去过吧？你好，吃饭了吗？那这在干嘛？吃饭了吗？是个人，大概不好出对象。就给他了，吃饭了吗？大家个就给在干嘛？
哦，就这个吗？没的，但明明的在干嘛是你待着，吃饭了吗？吃了是，今晚包嘛是你包是，处对象嘛是你滚是有人，这来老看老了。那咱看到正眼明白？看到只能俺皮给不嘛的。俺让看到应该真皮给也不就的。你这让他着嘛的大个用嘛的是你是。那个用的米就是不用的，但是俺让咱也不多，但是太瘦了。多吃一点哦。但是俺太瘦了，真的有点瘦。你100几斤吧，应该89斤90。我88斤。没了吧？你这啥的？干巴了，就是不爸爸的呀，都爸爸，爸爸的爸爸，爸爸爸爸的，给的哎。今天没老大钱。处对象不要。妈俺可乐不算呀。啥开心吗？俺的这么乐的。俺现在。都不是你这么乐的。爸爸都不能可乐的米呢，俺妈就讲俺们那个爸爸的呗。因为讲我中国妈妈讲几点那么，我就占有点爸爸的微信里，我就都是马啥用的，爸爸的。然后这个人，你们满脑子在想什么呀？因为你本身是那种主播，所以你一开口，我们都能 get 到你的那个点，好吗？俺也是俺的这俺读书的主播，那读书俺这样。读书嘛就让跟写入写到讲，说读书嘛着读书那个让灵感嘛着问的，没看下来都过来差不多俺们就飞。我说俺读书啥的的，大了俺读书啥呢啊？妈大。这当俺低数的，是那边俺低数的能做的。你看这你快，你看这个。老没的。你来想是哪的？你看些看错了地方，想那个劲儿多，你就是还我说，让的嘛着你很好。这是那个非要图女人，你说。然后图不就行了，然后你图差不的。那边，大给我弟们录的，大给。那边的弟弟大人家偏那同一的，别的多了简单些。那弟弟那边的弄学的，要不要？他的人就没意思。他的人家不多，我都老了，我老了。没什么。有个的说看我记不记得可能啊。这录下多了一呗。啊，给他别快嘛，就让讲没嘛的，不是得可以让人家热些的吗？呀，给他感觉嘛咋想的？家不说啊。呀，我送这个给你。我晓得俺的歌单俺多了人家不给我的，多了人家不给你吧？人家不，拿你平时觉得最好看的穿出来。故事的嘛，让人热你穿出来，就是你觉得你自己就是穿最 sexy 的。我不穿 sexy 的。可是几个人呀？俺看就给这个就没这些过，就是你穿了就行了。我也不是让你做什么动作的，你这有嘛的？是那边俺在这青马的吧？俺在这青马的吧？俺变态差不多这没。那边能你咋听掉的呀？第一次这样听，俺都不可能接受。今年大家看第啥听的？啊！要的去。对不对吧？开玩笑的。那你们两个连着，我就先撤了。没。拜拜。祝你从马顶着接到他的。一路长虹，拜拜。我赶明度，保修他偏南京。算了吧，我们就不勉强。连俺读不来了不多啊，俺送了8个月。我知道是谁。都做的，叫我们点说都做。俺最起码我做我最真实的自己，俺特显个面啊。
你是不是想啊？大家干没干？俺干么鱼？俺叫了鱼。我说，都觉得我这来人给的，这里你们看觉得吧？有许多呀，那就有许多不？对不对？他们两个人家没了，但行不行是他们自己的事。我们人家没了，我们做我们自己。但选别的这几个大精英给过去，碰面也过去，可都也过去。我们可都也过去。我们的装的就是个脖子上面纹的是什么啥？那兄弟，咱纹的们牧羊做么啥？咱想做啥？没子路来。哎呀，那个你气的。没分过。我度假的，我没度假个没呀个臭臭没。度假的是你们读他的。我还做了，我读书的。哦，3岁啊，14岁。我是全网最大的败类。14岁啊。没有啊，你不是谁说的？你说的。我没说，我说。他哪得跟俺弟弟们读了人家不去给他生给没什么嘞？读了人家不是给我们。读了人家混的放屁。放个嘛的，然后就给。混的放屁。对呀，你啥了没？红的。哎，我想不起来呀，真的。这都长出来了。有。哇，我的菲菲来了，亲爱的老鳖仔。不连，我不连。我做先别的介绍去的。这两个的小姨子也多啊，小姨子也不多啊。说实话，也给的么？大家我觉得他最远在这恰恰，就是我们不说别人啊，是我领着装么啥，小姨子啥，但没啤酒冻那个啤酒冻就说，但没了，嘘，但我在直播间呢没看嘛当啊，我们不说别人，但是说来了，把俺当爹去通就了没去，没呀，过去跟俺那茶楼那就切不着。我们那差这呗，那差嘛是那价钱，不能了吧？俺没仓给搞不起来的，俺接触没，俺接触没的，仓嘛俺搞不起来，俺领的接触没，说俺干嘛真嘛这，俺搞学领的真哎，กูบราตะตุระ中这个啊，顶什么啥？索南是个大美女，这个可以噻。索南，等一下啊，等别是群众米亚波了是啊。也差不多学了，你没打连着了。就是兄弟，你就是给我连一个叫一个名字单独的，他一个人在那边打，没有打 PK 的那种，就一个人的。木牙琢磨着，刚刚不是连了吗？哎呀，阿基拉没有直播，兄弟，就是直播去，哎呀，别帮我家，别入去，帮助去怕了啥过去，滚蛋去！暴力上面我不要。顶了木在跟别人在连，就是他一个单独一个人在那边的。甜不拉萨，领着装嘛啥？没了，把家领装了，我就干嘛拉去个嘞？就，阿家领装就有的就没个去领个吧，但大家就都见，阿家就都。我家就没个去，你一许都不领个的，而且他们能听个去那就，你们敢领些的的，我家搞多少呢？但人阳光盆叠叠就装的就连子用的我给，然后洗的给，说是阳光比的盆干嘛给你干嘛叠给的给，哦，那几当连续，就我们几当连续，说当连续，大家几当连续。
无语上面，不要，错梦啥？顶了民度大没到连的们了吧？你们不是等于汤姆准备呢？都是啊，这兄弟估计等你们这马点着在家给都给，这句子真神说的。乌鸦怎么是没到连的呢？卡的灯没有，我的黑面声音的当年我来接。等一下，我看一下，就是藏族黑面声音的了，对了吧？在里面那个录制面那直接下播进去的，藏族，这是话，哎呀。没呢，黑妹小和尚直播间。他睡了吧？今天晚上就这样吧，明天晚上继续嘛。那我们就睡了吧。2米度没米度，连送效果是。他不能按你来了，可以了是？对呀、啊，他们在跟别人嘞。拉蒙，我们看一下，先看一下。再见，没呢。打他一个人不是，没呢。不是，你再打马林。说一下两位老大有想法，两位老大没有想法的话，我来安排。索南，那他在跟别人连，他是哪里的？西宁的卡吉的呗。跟你姐夫说完那句，也连过，也有语训都不连过，直接连过。直接连挨的，训都不连学。他在跟别人连，我这边看不到，明度，索南声，索南，搜不到呀，搜下明度，打赏。不要了吧，打一个人是这得记一个人是这得记的连你。索南是个大美女，玩的可以是，关键他连不过去，兄弟是这个吧？连次去是没兄弟用过，要不就这样吧，明天晚上吧，睡吧，明天晚上我们就绝对就那把直播就带你一起，拜拜，逆记，谢谢你们。